耶稣基督诞生过，来到我们世上。但是我相信今天这种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说，我们今天来到这边是以基督的之名，我们聚在一起，在这边用歌声赞美。各位看过我们3D 动画，那看到开始呈现出来是东方三贤士带着礼物，因着心找到耶稣，奉献了他们所呈现的礼物：黄金、乳香和没药。我相信今天我们来到这边，享受到一个很丰富的盛宴。在圣经记载这些贤士看到耶稣之后，朝拜了他之后，把他们所带的礼物奉献给他之后，他们从另外一条路回去自己的故乡。各位，请你回答的时候想一想，这句话为你有什么意思？今天来到这边之后，来到圣殿，享受到这样的圣诞的音乐之后，你见到基督，感受到这一份温馨和赞美的时候，是不是能够在生活当中有所不同，有所提升，有所愉悦？愿天主赐福大家，也值得